后来继续来看这件嘛是公安的意外，早起的8点外，发生伫个宜兰苏澳的良德造船厂，有不明的气体来外泄，2个工人昏迷，一个死亡，一个搁伫个病院，目前意识清楚，生命稳定。伊讲伊当时看到同事昏倒，想要向前来帮忙，结果家己煞麻怎昏去。伊讲伊无成功救到同事，感觉真遗憾。等伫这个急诊室外口的爸母是心肝火倒，接到后生过往的消息，这个妈妈未堪的这个打击，嘛是当场来昏倒。真正有够艰苦，出门上班却是无法度搁转来啊！这个做老母伫急诊室外口靠甲人在咧昏去，这个做老爸嘛伫外口伫哭。因后生早起照常去宜兰苏澳的良德造船厂上班，伫船舱作业的时，唔知输入心管的空气，当场昏去。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，另外一位同事嘛还伫病院治疗。来到造船厂上，最高环保署的人员全副武装，摕仪器去检测。却是无发现任何无符合规定的气体。一种可能是你里面密闭空间的问题导致那个氧气不足，初步是这样子任务判定的。造船厂透早就发生公安的意外，和员工往生，政府讲这个调查结果赶紧公布，和这个家属一个公道。